咱来看今年的双十宴会是要伫嘉义县的故宫南院来办。故宫南院准备无人机、有水舞、有演奏的内容，要来互大家看。而且伫今仔日清早5点了后，民众就会使采翕相的设备。有民众一透早就伫现场咧等，希望伫上赞的位看到美丽的宴会。故宫南院初9暗，国庆宴会相关的表演，搁咧做最后的准备。初10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为别县市来到现场占位，要来等暗时的活动。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。我4点多到，很多人啊，大概50-60个有。大概6点到。6点到。对。那6点到是不是人就很多了？对啊，就没什么位置了。伫活动现场附近的一寡店头，早时啊就开始无营。不少业者讲，实在有加准备2-3成。因为这次要抢那个双十国庆的人潮所以很多店家也都有跟着营业。客也有比较多，观光客也有比较多。现在其实慢慢的就有车子在流动了啦。对，当然就是等它的烟火市集开始摆的时候，应该人就开始进来了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活动为下晡6点半开始，故宫南院就有安排表演。8点的时阵准备放烟火，附近的交通拢有管制，希望民众参加活动会当顺利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